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顶礼拜咱看到讲美国拜登政府在国务院解除对台湾的这个交往限制吼，咱看到讲国内有人咧唱衰啦吼，但是咱看到讲无到一礼拜，咱就看到讲美国正参议院这个参议员这个 Dodd 吼，带2位政府国务卿吼来到台湾来做回访问啊。尤其咱讲吼，这个 Dodd 是美国总统拜登的这个好朋友，伊讲吼是 single best friend 吼，会当讲是始终兼换贴的吼。所以讲因强调这回是这个非官方的这个访问，但是咧要传达拜登什么款的这个信息，互咱台湾真正好好来观察吼。另外，咱头都有讲到，这2位政府国务卿，一个是 Armitage， 一个是 Steinberg 吼，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是民主党，一个是这个 Bush 时期，一个是奥巴马时期的这个官员，代表这回民主党、共和党这个 bipartisan 吼，双方双党拢有这个意思啦吼。咱讲吼，真正支持台湾这个用意。拜登政府就是要传达这个信息，而且呢，咱看到讲吼，大和这个 Armitage 吼，拢讲台湾甲美国这个关键的这个时间吼，是上强上好的这个时阵吼。当然，咱用卡头嘛想吼，中央一定气甲，甚至会突然间咱讲吼宣布这个6天的这个10段这个演习啦吼。但是咱嘛讲到这个拜登政府嘛，可能为着是要平衡两岸，所以同时间伊派出着这个气候的这个大使啦吼，那要来访问这个中国吼，关注着这个气候变迁一寡这个协议啦吼。但是咱看到讲这个 Kerry 要去访问中国，伊的这个红线嘛打清的哦，伊讲这个人权的这个问题绝对袂退让啦吼，啊嘛是期待双方有合作，但是有哪无信心啦吼，这是啥物意思？咱等下好好来讨论。但是咱嘛讲到吼，4月16就是日本首相菅义伟要和拜登啦吼做一届这个会面。美国甲日本是不是联合提出着这个挺台湾这个声明，还是讲吼，这个台湾海峡是稳定甲和平的这个重要性吼，嘛是咱会当起来观察的吼。咱嘛观众哦，这个美国的这态度伫东亚吼，到底是 play 什么 game 吼？咧变什么棒吼？尤其吼针对着这个中共的这个部分，咱真正会当好好来去观察。尤其咱嘛当个关注一件代志，拜登吼讲啥啊？上长的一场战役，美国咧拍的是什么 ？Afghanistan 就是这个阿富汗的这个战争啦吼。即阵伊讲吼。要伫911进前脱离着阿富汗的这个咱讲吼，这个军队啦吼，拜登政府讲即阵要面对是一独断的这个中共，会当看到讲伊的核心对抗的就是这个中共吼，所以咱今日透过吼咱的节目，咱就来看讲这个特使团来到咱台湾始终行活贴的吼，这个部分会传达什么信息？咱讲上强的时机吼是安怎？咱做回来分析。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民进党国际部副主任谢佩芬。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咱看到吼，今日在世的时阵，这个总统府吼，蔡英文总统接过咱头头讲的这个 Dodd 也好啦，是讲这个 Armitage 和这个 Steinberg 吼，咱讲吼真正因2个拢讲吼 Dodd 也好 ，Armitage 也讲，拢讲即阵台美关系是上强的这个时阵吼，尤其这个咱讲 Dodd 嘛讲到吼，伊传达的是伊上好的朋友，就是拜登伊所讲的这个话，到底讲啥？咱先做来听。美国总统拜登的好朋友，前美国参议员陶德带团来台湾访问，当这来，阁包括2位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斯坦伯格。总统蔡英文15接见这一行人，表示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头一届派团来台湾访问，显示台美深化的友伴关系。对2方局势的不安，总统提起到中国不断派军机军舰骚扰着台湾，威胁区域和平安定。台湾愿意甲美国这国家同齐守护印太地区的安全。我们看到近来中国频繁派遣军舰以及军机在周边海空域进行军事活动，这不仅改变印太的地区的现状，也威胁区域的和平稳定。蔡总统强调，台湾对认知战有充分的经验，台美会当延续合作，对抗假消息。另外，总统蔡英文阁对美方讲，期待台美会当赶紧重开批发的对话。陶德致辞的时阵表示，家己是台湾真侪年的好朋友，即便访问台湾，佫开始受到拜登的拜托，重申对台美关系的一个承诺。And I can say with confid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is stronger than ever. We share deep economic ties, a mutual commitment to democratic values,
and a critically important security partnership. President Biden's administration, he has only one purpose in mind, and it's not vexation. His purpose is only to support the continuation of this great democracy which you all have built, which you are now leading. 阿米塔吉表示，美国方面无论是民主党也是共和党的领导执政，对台湾拢是大力支持。另外，泰鲁格号事故造成重大死伤，有2位美国籍的老师不幸死亡，讨得原来地上上深的哀悼。甲台湾同款感觉悲伤。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讲吼，即场喺即个接近的即个时阵啦吼，咱看到讲蔡英文总统先向即个美方讲即个中共的即个歹行为啦吼，讲中共直接吼威胁咱区域即个平衡也好，也是讲吼即个咱看到讲中国吼粗残的即个作为啦吼。另外，咱先请教即个建中教授啦吼，蔡英文即个总统吼，先安尼讲的用意是啥物？是我想咱蔡总统是讲出一个事实，因为咱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中共的阿爸，已经无说是搁啥物证明。但是咱看到这个美国新政府伫上任无到100天的时间，派出特使团来咱台湾，这是非常看得到的所在。因为这过去来底美国派特使出来来访问的部分，其实是足少的。那尤其是这届伊派出来是，咱看到有民主党嘛，有共和党，所以。对台湾来讲，其实美国对台海的政策来讲，其实是非常一致。所以咱看到其实这届咱看到是讲特使来台湾，尤其是伫迄款咱无偌久之前，咱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伊推出对台迄款交往准则。啊，尤其这2个咱代志，咱爱甲搭配起来看。为什么？因为其实咱看到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一向是非常的稳定。为什么讲？有人讲啊，川普的时期是安尼政策，啊，拜登的时阵会改无？其实咱看到为拜登起来了后，其实到即摆伊的政策延续性其实是非常强的。这是头一个。第二个部分，咱看到吼，尤其伊嘛。派出另外一个迄款特使 John Kerry 真正的国务卿去中国，要讲啥物？其实就是要去讲迄个气候的这个部分。咱知影哦，其实伫3月份的时阵，美国甲日本有这个2+2峰会，啊，美国甲韩国嘛有2+2峰会，尤其美国甲中国嘛去阿拉斯加有这对话部分。但是咱看出来，美国甲中国即摆竞争是非常激烈，除了军事上的竞争以外，还佫有经济上的竞争，还佫贸易的竞争。啊，咱煞来是爱看的是讲，咱。这竞争的部分内底是有法度伫竞争的时阵，美国甲中国是竞争的，但是美国甲中国伫合作的时阵有法度合作无？什么款的合作方式？什么款的合作方式？这其实较是咱关心的部分，尤其是咱台湾，其实伫蔡英文总统上台了后，其实伊对于伊个两岸政策来讲，是一向是采取着迄种，互人袂讲要袂着迄种做法。啊，伊嘛希望会当春暖花开的时阵，但是咱看到的是中国拢完全拢无咧插台湾要安怎做，美国要安怎做，伊就是讲即摆伊要平视世界啊，啊要平视世界的时阵，伊的做法是毋是甲别人无共款？所以咱看到的是讲，这拜登派出2团，一团去中国，一团来台湾。其实咱会当看到的是讲，拜登这种做法，第一，互台湾放心；第二，嘛要互民主国家的迄款盟友会当放心。为什么？因为对伊这派出伊家己的好朋友来的时阵，伊传达出来的消息其实是非常正面的，这是头一个部分。但是第二个部分，咱看到的是这迄款美国气候大赛去到中国，到底会当讲到啥物部分的？啊，我咱的CG内底已经讲到，其实。美国甲中国内底，尤其是人权，尤其是民主，尤其是自由的部分，这是足侪拢讲袂出来的所在。尤其这冲突的所在非常侪。咱看到的是讲，美国甲中国若是伫该合作的所在无法度合作的时阵，咱看到讲美中的这种关系可能煞来的时阵，咱会较好判断。这判断的部分当然毋是干那台湾尔。当然嘛，包括美国的盟友，要安怎去判断这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咱来看到的是讲，这个伊的气候大赛去
中国的部分，咱看到日本首相原本迄个官议会原本嘛要去美国，原本是4月9号要去，但是即摆延迟变到4月16。我在想啊，其实美国嘛咧看，就是美中即个对话，伫会当合作的所在，若无法度合作的时阵，我想刷来美日即种。迄款领导人的迄种会面的时阵，其实大家都会看到，会有更较对民主世界更较正面的即款个方向会传达出来。就是讲吼，即场即个峰会啦吼，即个中国若无遐尔配合的话，我4月16吼，伫咧官议会和拜登见面的时阵，我强硬声明就会当写出来，尤其保护到咱头拄讲的即个台湾海峡即个稳定甲和平，即个就是因出招的即个部分吼。嘛有人来讲啥？人来讲吼，即回咱看到即个 DART 传领即个特使团来到咱台湾吼，这是一条线。啊，另外咧，即个美国派出到即个 Kerry 吼去访问中国是另外一条线吼。啊，即2条线拢讲吼未交接伫做伙，但是拜登政府伊的用意。啊，另外一条线是咱讲的即个日本首相吼，咱讲即个要去美国访问嘛，是另外一条线。所以咱讲观察的点也阁真济，咱阁家细过回头啦，咱讲到即2位吼，即个前副国务卿甲即个 DART 来到台湾吼，因嘛讲到，即阵是上强的即个台美关系即个时阵，到底是因家己画爽的，还是真正是真强健的即个时阵？咱继续请教郑秀研究员。确实啦。即马对于台美关系来讲吼，确实是真好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对台湾来讲，这个时阵美国甲咱的关系其实是愈来愈亲，愈来愈亲。客气咧，大家吼为着卖讲去触怒吼中共，所以咧大家常常咧讲的话，大部分拢是讲经济啦。贸易啦，啊无文化教育这，对台湾吼，还是甲美国中间之间的政治啦，吼外交方面的吼，常常大家讲拢尽量莫去拍。问题即马开始，大家拢看到，足侪代志其实甲政治、甲外交其实脱离不了关系。所以即个时阵呢，美国嘛开始正视台湾的存在。虽然讲即马2国吼，嘛毋是讲是正式的官方关系啦。伊讲非官方，一再强调，自这个对美吼对台湾的交往准则开始，甲即回访问，拢是讲非官方。对因为什么强调即个非官方这3字？主要是要互即个中共吼安到好。互中共知影讲美国袂去逾越，吼因家己即个。一个中国政策的底线，这个一个中国甲这个中共因家己的一种原则，其实无共款。所以对美国来讲，伊有家己的做法，家己的想法。伊虽然无想要因为台湾甲中共吼有啥物冲突，问题伊嘛袂讲为着。这个安大，这个习近平，所以咧，就牺牲咱台湾。所以对即马不管是进前的这个川普，还是即马的拜登，大家看到是讲，即马拜登来，大家本来认为讲啦，吼，伊甲这个习近平的关系，私交足好的。啊，进前大家是感觉讲，会烦恼讲伊敢会去互这个习近平食死。吼，是受软食。问题即马拜登甲伊的即个官员来看，伊的表现来看，其实无，因颠倒打愈硬。要哪愈硬，就是讲为着民主，为着人权，因袂退让。而且对中共来讲，因除了讲，若愿意合作，大家做阵合作。你若无愿意合作，无要紧。阮有足侪朋友，大家合作。问题大家合作的。结果就是你去用排除点，就是甲你围堵起来吼。虽然吼，即阵无讲好明，就是要甲你围堵，但是我的做法就是要甲你孤立啦吼。你若想要大家参加即个国际社会即个大家庭，大家足欢迎。你若无愿意，无要紧，你著做你家己的。问题是，你若做你家己的，后摆你可能想要转来时阵，
愈来愈艰苦。OK， 愈来愈艰苦啦吼。咱过去咧讨论讲吼，这个奥巴马时期啊吼，这个对中共的这个政策啦吼，会当讲是讲吼，会当对因较放宽一个吼。望讲对因放宽这个期间，会当透过民主的这个机制，互因有一寡这个改变。但是咱无看到这个中共有任何改变哦，咱颠倒是看到讲吼，伊愈来愈用到吼这个软土深掘吼，一直甲美国掘，啊掘到尾啊吼，伊家己爬起来啊。美国即阵嘛看到即种这个形势啊吼，所以美国伊真正爱来去做一寡这个吼。对政策上的一个大转变吼，尤其咱讲吼，这回吼会当派出到这个 Dodd 啊，是咱讲这个 Armitage 和这个 Steinberg 来到咱台湾吼，其实因存在就是代表过去吼，这个政府国务卿的这个角色伫啦吼。咱首先来讲到这个 Armitage 这个部分吼，伊是共和党的这个部分吼。这个过去1983年甲1989年的时阵吼，做过这国防部亚太和国安事务的这个助理部长吼，所以咱头拄讲到，伊伫 Bush 这个期间吼来讲。是做这个副国务卿啊吼，啊伊当阵呢嘛，坐届吼来到咱台湾吼，啊伊并且嘛是咱讲2049年这个计划研究所吼，这个智库的这个来台湾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咱讲到吼是这个奥巴马时期的这个副国务卿，就是这个 James Steinberg 啦吼，啊伊即阵是这个美国率成这个大学的这个讲座教授啦吼，啊过去咱嘛看到讲吼，甲美台事务者吼交插啊真好啦吼，甲驻美代表萧美琴这个私交嘛真正好啦吼。过去，有人讲到，这个萧美琴去这个美国参加到这个研讨会的时阵，佮住伫 Steinberg 因兜2礼拜啦吼。啊，佮来讲到这个 Dodd 是咱讲的这个拜登的这个好朋友啦吼。过去1975年的时阵吼，一个 Connecticut 伊做这个联邦众议员吼，踏入去政坛吼。1981年、2011年吼，成功连任4届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吼，嘛是咱讲的这个等下讲到台湾关系法重要的这个立法的这个规定吼。另外，伊嘛甲拜登吼，真正伫咧这个参议院共事30档吼。啊，去年佫是咱讲吼竞选拜登总统竞选的这个时阵呢，这个头一个这个顾问吼。所以咱看到讲，这回。层级真悬，但是定调是非官方，咱头拄也讲到，但是层级这么悬，代表是啥物意思？佩芬。是啊，我定定是刚讲哦，但是咱看一个代志，中国的反应哦，就会当然是一个反指标啦。但是今仔日哦，咱台湾甲全世界，我感觉讲哦，这件代志真好，真正面啊。不过国台办气得跳脚，还是讲哦，嘿，这个中国的讲。就宣布讲哦，要连续军事演习嘛，实弹军演6天安尼，迄就感觉讲，我就感觉讲，迄件代志是，对，会听，代表讲咱做掉到袂歹啦吼，对，咱是做了袂歹。啊，即届嘛是安尼哦，即届这个后门团哦，你拄啊有讲这个陶德啦，还是讲迄2位副国务卿，迄层级是就悬的吼。虽然讲已经不是现任啦，是卸任啊，不过这层级是就悬的，所以讲这代表讲咱台湾跟美国真正这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是就代表的意义是很大的嘛，是就正面的吼。啊，就亲像拄啊教授讲的吼，就是这届吼拜登政府同一个时间吼派一个代表团来台湾，啊派一个 John Kerry 去中国，嘿，这我是感觉讲哦，这就是代表讲吼，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看，伊甲台湾安怎来交往，甲伊甲中国安怎交往，这是2件代志，2条线。对，2条线。啊，不是讲啊，我要先取到得到迄中国的同意，然后中国讲好，我这是甲台湾去交往吼。啊，我是感觉这样代志最重要的，就是哦，他可以跟中国去交往，可以去谈啊。不过伊嘛会当派伊妈吉的迄陶德喜，大家拢知啊，现在30几年的同事哦，几十年的妈吉，嘿啊来台湾，这有代表讲吼，他看台湾是一个可以独立于中国事务来处理的啊，这是就重要的代志，安怎重要咧？你看哦，一个国家的总统啊，还是讲伊派这个大使啊、特使啊出国去访问，你从他的层级，从他当干人谈什么事情，当讲什么代志，当袂当讲什么代志，对，当看得出来讲，伊对这个国家的重视的程度。啊，伊派上来，伊派迄陶德，伊派迄2个前的副国务卿，哦啊，有没有限制说有啥物代志你袂当讲诶？或是讲哦，什么事我的昂山的，你袂当去打掉，无，伊就是基本上陶德大家都说哦，就是可以直通拜登的总统哦，就是可以直接跟拜登对话。所以讲我那蔡英文总统今仔日有甲
那个陶德见面，跟这个代表团见面，给些安内对话就直接沟通，也可以简直可以看成说是我们蔡英文总统直接跟拜登总统这样直接的沟通吼，这中间不会有什么误解啦，袂讲啊这大赛讲几句话，啊总统不是这个意思，对，袂安内啊，当时阵呢，咱来看哦，就。拜登派去中国黑 John Kerry 啊，一般是气候变迁的大使，也是一号人非常重要的外交官哦。不过他去中国，就是他的目的很明显，有些爱谈这些气候变迁的问题啊，其他的人权呢、经济嘞，一共这袂当人。不能让步哎，嘿对哦，这不能退让哎，所以讲这个他去中国的访问哦，也是他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功能性哦，这个我们就谈气候变迁，啊你讲人权，刚才经济不能退让啊，不够人权，中国嘛讲啊，中国嘛讲，中国外交官嘛讲新疆啦、香港啦，这种代志你别搞我碰，不要给我碰吼，哎你看嘛，现在新疆的这个集中营的状态，然后在香港哦，这个实质上破坏1国2制，还有这个军机整天在台湾空域这个侵扰我们的空域安内哦，所以说这个可以谈出什么来？我是觉得这两相之下哦，就是虽然讲哦，美国这个派来台湾的是。不是官方的，就是非官方的哦。派去中国的是这官方的啊，不过来台湾的什么都可以谈，好，所以我们之间是一种准盟友的关系啊。相较之下，派去中国的实在是官方是盟掉啊，不过就最罕的，就是很 very limited 的安内，好，就是这个好只能谈气候变迁，什么不能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哦，在美国的心中，在拜登政府的心中，台湾是一种可以说准盟友的地位啦，啊，对中国是一种。哦，真正是无想要甲伊来交配安尼交往啊，不过不得不啊，哈，这一次就公布你三种哎，哈，就这一次哈，气候变迁看起来跟他会当合作，咱来试看卖安尼。先试一下水温者哈，咱过去讲啦吼，这个对台湾这个交往准则哈，咱之前有来宾讲过哈，除了建交以外，这个政治活动拢会当开始大。方的这个声音甲开展啊吼，但是咱嘛今仔看到讲吼，这个 Dodd 伊讲吼，拜登支持台湾提升家己自我的这个防卫能力吼，其实这嘛是一个大重点啦吼。所以咱讲到吼，自我吼防卫的这个能力，啊要防卫啥？当然嘛是对方的中共嘛吼。所以这个伫对方中共伊讲出嘴这句话这个时阵，中共就成功要来用这个实弹的这个演习啦吼。所以伊佫讲到。要互咱提升到这自我防卫能力，其实嘛，甲这个台湾关系法有相当的这个关系哦。继续，我请教教授啦吼。是，咱其实看到这美国派来这4个外交官员，其实咱看到唔是讲伊敢若对拜登性呀，这4个其实嘛是台湾的老朋友啊。啊，所以咱看到是讲，咱譬如讲，这个阿米塔是，这其实过去足侪间来咱台湾的时阵，咱看到吼，这有2个民主党啊，一个共和党，咱知影过去民主党对。咱台湾来讲，其实咱拢知影，对民主党来讲，对美国来讲，上大威胁是俄罗斯，是苏联。但是即摆规个民主党已经甲所谓美国威胁，甲当作是中国。所以咱看到这个讯号是必须要看出来。啊，尤其这个阿米塔吉吼，较特别的，伊就是伊做过小布希的关副国务卿嘛。啊，较早有美国是其实有2种红队甲黑迄个蓝队，蓝队是讲啊中国是一个威胁，啊红队是讲啊中国会当和平演变，啊咱会当甲交往试看卖啊。但是阿米塔吉这伊过去是迄款 Susan Rice 的迄款共一队的，伊叫做 Vulcan， 迄个火星队，火星队，啊。火星队的意思就讲，伊的意思就美国优先，好，所以咱看到咱这美国政府其实是非常一致的部分。咱尤其咱看到吼，即届除了这访台的官员以外，咱其实看到。伫 Blinken 嘛，解除掉咱这个交往限制，这是因为咱今年拄好台湾关系法42周年的部分，啊，就这样讲啊，解除掉咱美台迄款交往限制，这敢若无变做一个迄款官方的部分。其实咱看到吼，为拜登上台了后，其实包括着咱的。驻美代表萧美琴去参加伊的就职大典，也叫有咱的迄款有咱驻 WTO 代表甲美国的代表见面，啊，也个有咱萧美琴嘛去甲美国的国务院去签署着台美的迄个海防的迄款合作。其实咱看到叫美台官员的迄款见面，已经是毋是？过去啊，基本是当光明正大，那美国官员会当来咱的双向员，咱台湾的官员会当去
国务院，所以咱看到是讲美台关系是愈来愈好。啊，尤其是咱看到吼，这台湾关系法，其实伫1979年台湾甲美国断交了后，其实咱看到是讲过去台湾甲美国有一个共同价值叫做民主价值。啊，因为迄个时阵共产党一直无放弃讲要解放台湾，所以对台湾来讲，对这个新兴的民主国家来讲，上危险的、上惊吓的，就是安全的部分。所以咱看到讲，这美国政府提供这台湾关系法，这个国内法的部分，其实互台湾伫安全上顶头会当放心，因为尤其这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是任何这条约更较悬的一个部分。人来讲吼，这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吼，比起咱讲吼什么这个美国甲中国的这个三公报吼，各有这个实际这个效力伫咧吼。头拄啊，这个教授嘛讲到，迄当阵的这个背景是这个 Jimmy Carter 啦吼，迄当阵吼家己高雄吼要和这个中华民国来断交啦，所以要甲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建交啦吼。但是当阵的国会吼，都一直咧促成讲，咱一定要签一个法来保护咱这个台湾吼，甲咱美国这个关系。所以伫咧4月时阵吼，互伊正式来美国国会来通过啦吼，啊伊嘛伫4月7日吼正式来去生效有效力啦吼。咱头拄嘛讲到，伊是一个美国国内法吼，拢总18条文啦吼。啊，美国对台湾军事，也是讲美台之间的这国防合作，拢是用到这款的这个经济啦吼。啊，今年咱拄好是这个42周年啦吼，过去这个40周年的时阵，咱头拄看到这阿米塔吉啊吼，嘛有来甲台湾吼，等遮拢是咱看到讲真正有赞助咧甲台湾咧做配合啦吼。所以咱讲即阵是上好的时间，其实是豆安尼累积起来啦吼。另外咱头拄一直讲到吼，就是咱军事的这个部分，咱有自我防卫的这个力量，其实拢是写伫咧咱条文内底啦吼。譬如讲维持着咱讲西太平洋吼，这个和平、安全甲稳定吼，继续伫咱讲吼，这个台湾人民甲商业之间吼一寡这关系吼，促进美国这个外交政策也好，啊决定甲中国建交，但是以台湾吼前途是用着和平的这个方式啦吼，啊嘛是讲提供着防御性的这个武器卖互台湾吼。虽然看到讲台湾关系法伫遮吼徛踮一个非常重要这个位置啦吼，但是咱讲到这个台湾关系法吼，其实中共嘛是看袂落去啦吼。啊，尤其咱讲这回虽然因是达到这个非官方的这个访问团的这个形式，但是拜登嘛讲哦是要庆祝台湾关系法42周年啦吼。所以咱即阵嘛要带观众朋友继续来看讲吼，这回中共讲要办6天的这个演习是演习假还是真的？先做来看。美国总统拜登的老朋友前参议员陶德14到台湾访问，中国外交部出声反对以外，中国海事局阁公布15到20时间，要伫接近台湾海峡的南海、南平岛附近的海域做实弹演习，针对意味真高。国防部长邱国正15表示，共军动态国军拢掌握，呼吁大家爱放心。某个地方有进航这都是真货，但其他的话我们都会持续注意，要有动作的话，我们会掌握。对国台办表示，共军行动是针对台独分子，唔是针对台湾同胞。甲台湾欠水时，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买军购，下造水利基础设施。邱国正是反驳，佮表示是中共的认知作战手法。不过最近共军伫台海周围演训活动真多，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资料，除15号这一波演训以外，共军14都已经伫广东的线尾、海防附近的海域做4天的实弹射击。这是进行中的，这连媒体都有写，那你们不知道吗？然后他是昨天又加码，再增加一个15到20，4月15到20的实弹演习。你们不能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啊！没有15到20这个我们确实掌握。对啊，那13到17你们怎么不知道？有2个研发案目前正在进行。目前包括整个设计，还有发动机的制造，进度都很正常。中国院长张忠诚证实已经启动一代战机的研发案，目前在进行当中，进度正常，按算民国113年结案。另外，陶德访问团到台湾的时阵，爱国者飞弹车座中的微波雷达车被看到部署伫附近的大地桥卡。邱国正是附近有启动防空作战，澄清只是国军的例行训练。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看到讲吼，美国特使团吼来到咱台湾访问吼，这个中共吼，这个共款吼用到要来这个实弹演习啦吼，6天吼，真正针对咱台湾这个部分，真正真强势啦吼。啊，中国吼，伫遮台湾海峡南端遮啦吼，伫咧广东海峡6天的这个实弹演习，到底是咧算真还是算假啦？是讲吼，真正吼是甲你哈哈安尼尔，继续拢请教来这个正修研究员。确实啦，中共吼为着要反对美国甲台湾的交往，所以因常常会利用足侪的手段，来恐吓台湾，啊无就是讲希望美国用个扭一步啦吼。问题是即马来讲吼，美国甲台湾愈来愈，其实拢愈来愈巧啦。其实知影讲中共有当因的部署吼，其实为着因家己内宣，大内宣的需要。要怎讲？主要是讲，因即马都互因讲宣布讲，要为明仔载开始，踮咧台湾海峡进行6天演习。是。问题咱若看一个因的范围来讲其实伊是挖踮咧福建。OK。挖因迄边。离偏哦，还佫有180多公里哦。对，而且迄个离咱台湾本岛其实有足远的。所以对因来讲吼，其实。因会做足好的宣传，问题对咱台湾其实无影响。因当然是要表达一个因的态度，问题这种态度来讲哦，久来讲，大家都感觉你敢是一个碰风的啦。OK， 吼，当然讲到台湾的安全吼，咱必须要来讲啦。根据这个台湾关系法来讲哦，台湾的安全关系到美国踮咧西太平洋的重大利益 ，OK， 所以来讲呢，台湾万一若去互中共以武力摕去吼，其实对美国维持着这个第一岛链，还是印太地区的安全，是，其实有足大的打击，所以美国袂轻易放弃，当然啦，因也是因当然另外一方面讲，伊是鼓励。两岸吼，用个和平对话，用个大家坐来讲话。但是和平对话就是无可能啦。咱讲吼，咱华语讲吼，递橄榄枝啦吼。咱台湾遮一直吼放出这个信息，但是伊拢讲啊，恁这个台独分子啦，等等拄啊，啊个要求这个美方莫个继续吼发出这个错误的这个信息。问题对美国来讲，还是讲对咱台湾来讲，无可能。放弃这个台美之间的双边关系。OK， 要怎讲？因为台湾呢需要美国继续提供的武器，是，还是讲帮助咱台湾，吼，用个参加这个国际活动。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为着维持着伊家己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伊嘛必须讲提供台湾适当的这个防卫武器。吼，当然啦，美国来讲，大家人问讲，啊，美国无讲因，若真正有战争的时阵，要来咱斗相共，因会来个斗相共对啊。问题是讲，美国讲，你若有自我防卫的决心跟能力的时阵，到时阵代志有可能会转变。就是讲自我防卫能力提升吼，你虽然咱离这个美国有淡薄距离啦，但是你自我防卫你挡会掉的时阵，美国才有时间来甲你救援吼。而且主要是讲，你若无一再的挑衅，你若无挑衅，吼，那就讲发生这个战争的战争的原因，唔是你引起的，美国就有理由是，吼来介入，啊无。对美国来讲是爱莫能助。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甲这台湾关系法吼，在过去吼军事武器这个买卖的时阵吼，迄当阵都已经吼立下这款的这个基础伫咧吼。所以咱看到讲吼，DOT 嘛讲到美国会协助咱台湾防务吼，甲国际空间的这个拓展吼。其实国际空间吼，这个配分上色啊吼，咱国际空间一直是去互这个中国打压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回特使团吼来到咱台湾吼。两个方面防务吼，甲咱即个国际空间，拢要把咱相平，拢甲拍开啦吼。其实你佫看到啥物咧？咱讲吼，伫咧特使团内底吼，真正可能佫传达什么款的这信息无？
是啊，这个哦，就是其实不只是这一次啦。近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也一直在强调说，台湾这国际空间哦是最重要的。那美国政府其实也不只是共和党、民主党、国会哦，也都是非常的感恩倒沙港啦，刚刚就是一起拓展这个外交的这个空间呐。啊，都啊讲到讲黑这个中国黑那遐演习啦。啊，其实哦，我嘛是感觉吼。可能大内宣也是有这个需要，那嘛是看要就惯习啊，是就无奈啊，不过就惯习啊。啊，恭喜我哦，他这个时候的下来秀肌肉，其实是有点适得其反啊。哦，那因为对台湾哦，对美国的这样。拄啊，迄大在嘛讲到啊，讲这是这个 stronger than ever 的关系啊，就是说比以前都还要更好的关系啊。即马吼，他这个陶德是拜登的好朋友诶，是马吉呢。啊，你伫让马吉派马吉来台湾的时阵，你遐呢？你给我搞哈？嘿，对，你遐哈，啊，你不是在哈我吗？在哈我拜登，哈我美国的总统嘛？啊，这实在是有一点，就是有点没有不清楚的考虑啦。啊，台湾跟美国中间哦，是虾米代志会当谈，啊，我们经济合作也可以哈，半导体嘛也使，哦，人权哦也蛮可以啊，香港的问题哈，一国两制还这个目前的关键，都可以谈啊。不过跟中国就是下面都没使，所以讲这之间的这个差别哦就很大了，这个差别很大。我相信哦，这四位哦都是这个知台派，不止知台派，有台派、亲台派呢。因不只讲哦，甲萧美琴大使、甲民进党就做政治人物啊，甲国民党的嘛是拢实在的，拢知影讲台湾的状况的啊，因哦就是可以第一手的把台湾的状况带回去，可以直接的这样子最直接这样高层的对话呢，大家来交流哦。我是刚刚讲，这对台湾以后就是跟拜登政府，不管在任何议题的合作上，拢是就有帮助的。是，伫台湾遮吼，任何议题拢会当讲吼，过去咱讲吼，除了建交以外，这个议题拢会当来去进行，然后所以。这嘛是咱讲国际上的这个无奈啦吼，台湾伫咧这个处境吼，嘛是受到咱讲台湾关系法，还是讲吼美国吼这个对台湾吼，甲这个中共的这个一寡这个政策伫咧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吼，咱嘛阁讲倒来吼，这回派这个 John Kerry 去甲中共，这是要讲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部分吼。咱头拄嘛一直讲到，可能敢若这个议题，因会当吼小可热闹，小可甲你合作一下哈吼。所以这回咱嘛讲到这个 Kerry 嘛讲到吼，人权。部分伊袂退让，科技袂退让，贸易则嘛袂退让，然后所以咱看到即阵合作的可能敢若即个气候的即个部分，因为咱看到讲过去吼，即个 Trump 迄当阵的时阵吼，直咧退军租啦吼，退出着国际即个组织，所以咱看到讲即回即个美国吼嘛，甲即个军租甲加转来，对着即个气候协议遐，佫一概来承认，所以即回要讲的就是讲透过这个气候这个部分吼，来去上海访问3天，但是咱看到讲吼，在甲中国的这个官员吼，因嘛无要派出真正有这个有名的这个头人吼，咱看到嘛是讲可能是一般这个层级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咱看到对台这个部分都有争差啦吼。另外，咱来看到讲吼，美国甲中国吼两个伫咧气候议题头顶嘛是有这个吼火车头的这个意思啦吼，两个嘛可能伫咧相容，就是过去这个美国前总统 Trump 咱头拄讲着吼，退军租吼，退出这个巴黎气候这个协议啦吼，中国迄当阵都一直爬起来，要爬起来讲着争取着这个主导的这个地位啦吼，拜登政府起来再看毋是说，所以美国等入来咱讲的这个巴黎气候这个协议啦吼，嘛宣示讲美国转来啦吼，另外就是讲中国这个碳排量吼是全球上悬吼。占这个世界的3成啦吼。另外，这回这个目的吼嘛是共款伫咧中国对抗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部分吼，但是袂伫咧经济也是人权这个议题对中国来让步啦吼。美国发言人这个沙奇嘛讲到，美国甲中国之间除了竞争以外，伫咧气候议题头顶要来寻求合作啦吼。另外，这个美国共和党的这个头人吼，迈克尔啦吼，伊讲啥？美国应该希望解决掉国际问题，甲国家的这个合作内底，毋是制作也是这个恶化国际问题的国家合作啦，嘛是爱解决问题啦吼，另外这是一个发出绝对错误的这个信号啦吼。另外，咱嘛要咧继续来看讲吼，其实咱头拄讲到，美国即阵过去一寡这个文件也好啦，最近的这个对台湾交往一寡准则，也是甚至拜登伫咧讲啦吼，伊讲啥？伊讲要撤军，撤离伫咧阿富汗伫咧阿富汗的这个军队过去咱讲上长的即场美国伫咧这个海外拍的这个战争，即回要甲收档啊，收档要创？即阵要好好来对付着中共伊个讲是这个独断的中共，先做来看。
美国总统拜登到阿灵顿国家公布，向20年来伫咧阿富汗战场殉职的将士致意。拜登安排这桩行程，是替家己进前伫咧北疆的阿富汗铁军决定加强决心，结束这场美国拍上久的战争。By what means and how long would it take to achieve them, if they could be achieved at all? And at what additional cost in lives and treasure? I've not heard any good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And if you can't answer them, in my view, we should not stay. 美国伫咧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动，是源自2001年盖达组织发动的911攻击事件，造成要到3000人死亡。迄当阵的美国总统小布希伫国际盟友的支持下所执行的行动，总共开2条5000亿美金，损失3500多名帮士兵性命的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史上拍上久的战争。拜登讲要撤军，并且警告塔利班，若是美军特地期间发动攻击，会采取行动回应。I'm now the 4th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to preside over American troop presence in Afghanistan. 2 Republicans, 2 Democrats. I will not pass this responsibility on to a 5th.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It's time for American troops to come home. 阿富汗总统甘尼伫咧推特大文讲，对美军要撤离表示尊重。这段期间会继续甲美国一个北约盟友砥砺和平的进程。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国防部长奥斯汀伫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甲北约的成员见面讨论，了后甲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对话表示，会最近完成撤军。目前驻阿富汗的美军约有2500人，非美军部队大约7000人，主要是来自北约成员国。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是咱看到讲吼，这个拜登讲伫咧911的进程吼，今年啦吼要伫美军伫咧这个阿富汗吼，这个咱讲驻军吼要甲撤离啦吼。即阵伊嘛讲到吼，这个焦点吼，伊讲的这个吼话吼，伫咧阿富汗撤军了后要去针对着倒啦吼。伊讲吼，这个部分是讲吼 ，facing from an increasingly assertive China 吼 ，assertive China 的意思就是讲吼，独断的这个中共啦吼，伊看到这个竞争的这个态势，自伊的这个讲话内底过去。这个焦点，美国的这个军队是伫咧阿富汗吼，伫咧阿富汗这个所在。即阵吼，咱讲到吼，可能要好好啊对付中共这个部分，伊的宣誓，佫是啥物意思？是，咱知影吼，对美国来讲，即摆中国是一个上大的威胁。但是这份声明内底，咱会当看到的是讲，伊除了美国以外，伊即摆要协同北约。来对付中国的这部分，其实咱知影吼，咱北约过去的伊的威胁，伊的面对的对象是苏联，后壁苏联解体了后，咱看到伊这威胁的部分，比如讲南斯拉夫甲阿富汗这个所在，伊即摆结束掉阿富汗这个所在的迄款战争了后，伊甲这威胁。等于讲北约这个盟友，大家共同威胁是看到中国这个部分，所以咱会当看到美国是毋是干那家己来做一个领导者以外，伊嘛是甲盟友做伙甲集中起来，来共同要来对付中国这个部分，这是头一个。第二个部分，其实咱爱看到的是讲，伫911恐怖事件了后。中共用反恐的名义，伫新疆来做这反恐的一款动作。这个动作内底包括甲这维吾尔族人来做一个再教育的部分。所以咱会看到讲，咱即摆看到新疆的这款人权，是安怎会互国际遮尔无法度接受？因为所有的头内底，其实咱看到是中共利用这国际。在迄个时阵，在反恐的时阵，所以来做对伊家己的人民有即款要挟的所在。所以咱看到最近咱即款新疆棉的迄款事件，最近咱看到连塔马多，即摆这国际嘛开始要来这抵制。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当初是当然是因为美国受到这个恐怖攻击的个部分，所以但是咱看过来，其实伊影响到毋是干那美国尔，包含中国的足侪人民，拢向冠上所谓恐怖分子这个名
所以咱看到是讲，伊即摆是伫一个做一个补救的部分。所以咱看到当然对美国来讲，伫即届肺炎疫情了后，要安怎互到美国更较会当领导即个世界。所以咱看到伊的价值找回来，爱甲伊的人权找回来，爱甲伊的名誉找回来。所以咱看到伊即摆咧建立即个防线。咱看到包括着咱之前嘛讲过，包括着迄个贸易战、科技战，一个地缘的这个战争。这地缘政治内底上重要就是讲，要甲中国甲封堵起来，甲起一道墙起来。因为咱看到个，即摆美国其实对中国来讲，伊的制裁。迄款手段，力头手段其实是足济，但是美国也袂安尼做。对拜登来讲，伊当然嘛是希望讲中国你看会当改一个哦，看会当甲国际会当配合一个哦，会当卖安尼气压，安对这周边的国家继续安尼无。但是咱看到是中国回应完全就是讲中国已经徛起来。已经甲较早迄款侮辱已经是无共款的时阵，所以咱看到讲，对美国来讲，伊的政策必须要为过去迄款较模糊的迄款做法，来行向迄款较明了，互大家拢会当知影讲美国人讲啥就是啥，袂当搁互大家搁去要。所以咱看到讲，美国人除了讲以外，爱搁安怎做，这是要传达一个正确的消息。有啊，咱讲吼，过去伫咧9·11发生的时阵吼，本地要对抗着这个部分吼，可能嘛是中共吼，但是因为着要打击着这个恐怖主义吼，结果吼这个中共搁有一届机会，当吼偷过来迄咱华语讲吼苟且偷生一遍吼，对付的就是这个新疆因国内这个部分，甲伊当作是这个恐怖分子啦吼。但是美国即阵嘛看到这个毋是说这个部分吼，豆要甲焦点搁转转来对付咱讲的这 assertive China 啦吼，就是这个咱讲独断的这个China 要甲伊合作，伊讲无法度吼，这就是我这个国内的代志，你想要安怎讲？你美国你就莫发出这个错误的这个信息吼，要继续嘛是讲中共这个部分无爱合作就是无爱合作啦吼。但是这回对着 Afghanistan 要撤军啊，伊佫有啥物款主要这个目标咧？是，确实啦。有当咱常常讲啦，有诶代志吼，会用个讲，无用个做。是。啊，不过有诶代志咧，无用个讲，会用个做。即马拜登就是咧，即马咧做伊无爱讲诶代志。哦。变哪讲？就是讲联合愈来愈侪诶人，愈来愈侪国家，要来围堵中共。伊大家看哦，为伊就任到即马要我100天。伊对伊诶喙内，还是伊诶，譬如讲伊诶国务卿、国防部长啥，因拢袂讲是围堵。吼，问题即马咧做诶，就是围堵。是大家咧看，拢是围堵。啊，为什么围堵？主要是讲习近平其实就误判整个国际情势的发展。免哪讲？因为伊感觉讲咱即马经济发展啊，即马比世界第2大诶经济体，所以咧中国人徛起来。问题因无想到是讲，你过去的这个发展，定定是牺牲家己人民的人权，打压少数民族，我去新疆嘛，我西藏等等，过来咧恐吓周边的国家，包括台湾。所以你即摆这作为咧，对国际社会来讲是愈来愈无法度接受。所以你就是讲即摆中国人用个平视世界，问题是你即摆平视世界，甲大家心目中的即个普世价值，其实是无共款的。所以对美国来讲，这是必须因带头去反对。是。所以为什么讲大家看讲，拜登进前毋是讲甲习近平偌好拄偌好？是。伊讲伊进前伊嘛讲过啊。嘛真嘛呢？伊讲伊开差不多200多小时，甲伊做阵啊。是。陪伊踮咧美国4处拍照，伊迄副总统的迄当阵，伊去中国访问的时阵，习近平嘛陪伊4处走啊。是。问题为什么即马伊对习近平会反感会到即马会到这个程度？主要伊家己嘛讲啊嘛，习近平骨子里 OK 无民主啦 OK， 无民主其实无打紧，问题是你为着要表现讲你家己是大国，
问题你对外这个作为咧是威胁，是恐吓，所以这是美国无法度吞忍的。是，所以即马拜登回来，伊是讲我要联合周边的国家，共同啦发出一个声音，就是讲你不应安尼做，你若愿意甲大家合作，大家应该合作。是，你若无愿意合作，无要紧，大家联手，会压制，会来制止你。要来反对你这样的作为。是，虽然看到讲美国政府拜登这阵带头自然过去美国甲日本的这个会谈2+2，咱讲美国甲韩国2+2啦这阵国其实甲这个印度其他这个国家拢有一寡这个直接伫咧，这回派出这个大使特使来甲咱台湾遮嘛是有伊的这个用意伫咧，但是咱讲这个美国咧带头咧做伙咧围堵伊是实际咧做，但是无直接咧讲用实际这做法来围堵中共的这个部分。但是咱看到讲国内是安怎看也是讲国台办是安怎看？国台办伊就讲这是所有的官方还是非官方拢是骗人坚决反对美国向这个台湾伊个用到中国台湾这个任何借口任何形式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往来，伊讲这场会面会加剧咱讲台海局势这个紧张啦但是国内一寡这个头人安怎看？在野党党主席江启臣讲，美方团来到台湾无安排拜访在野党就算讲对方有要求嘛，互这个执政党一寡这个理由甲伊呼呼掉啦伊佫讲民进党真正是脚长加大啦申请这个配分啦其实咱看到讲可能伊舞唔对的尾手咱嘛看到讲陈以诚伊是这个台美咱讲国会团内底这个副会长但是。其实，咱讲这回特使团是有邀请到在野党甲这个执政党这个国会议员来去做一寡交流你安怎看？确实是就是这届就是今仔日下晡其实就是这个特使团甲咱的国会议员民进党的、国民党还有民众党的，拢会见面啦。所以讲江启臣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恰当。我讲句较直接的，就是不搭不起啦，就不太负责任的一种说法。我希望啦，我嘛相信讲这应该不是国民党规个一个立场啦。因为亲像讲今仔日朱立伦的受访的时阵，美国特使团来是专门的这个代表啦是，这个高度整个就表现出来啦。就是相比之下，江启臣这种说法是不太恰当不要说那陈以信国民党的立委嘛，是甲这个陶德他们大家拢有见面所以讲这那是讲啥物无甲国民党见面我讲实话啦，若是讲咱今日来是这么重要的美国总统派来的美国的总统的好朋友实在是甲台湾拢这么熟的人，依然是要讲我要去拜访国民党，我要去拜访江启臣主席，外交部会讲袂当你袂当去无？其实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难道说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是安尼在创的吗？国民党作为一个曾经执政过但这么久的政党我是感觉讲伊。无可能唔知讲在外交上是安怎无可能唔知讲是伊真正我唔知无可能。就是讲这个国际江启臣真正唔知陈以信今天会跟国民国际这个情势，咱一定要来去面对但是这政党这对抗一直爱对外若是讲要合作的时阵咱看到讲大使团、特使团当来甲台湾，应该是共同应该的共识。咱先个请请这个研究员。这确实啦，不过我替这江主席讲几啊话，因为这个代志若安尼时阵有可能是讲。外交部迄当阵无通知国民党党部 ，OK， 就直接通知这个国民党的国会议员，就是讲迄个台美这联谊会的议员。那安尼讲咧，照你讲，外交部咧是要通知党部，因为根据报道来讲这个代志其实3月初都已经通知咱台湾方面，因拜登准备派这个访问团，所以你若安尼讲咧，其实你都爱。通知这个在野党党部想要去参加安怎，在野党家己决定嘛。OK， 但是这个头拄配合毛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到底这个以前副会长有甲这个江启臣主席来去报告无？这我真了。这嘛是一个可能会当去讨论这个部分啦来，搁邀请。我补充一下咱看到头一个部分是
国民党也是咱在野党，其实甲美国应该建立伊的迄款沟通的管道啦。好，这头一个，其实咱看到，其实国民党是讲，已经无啥物经费啊，所以要伫美国设馆，可能会较困难啦。这是头一个部分，这嘛是爱帮国民党讲话所在。但第二个部分，咱其实爱看到是讲，咱其实看到过去 AIT 嘛有招国民党讲要去迄个管地食饭啊，这其实。咱看到美国要甲在野党交流的迄种管道，其实是非常有的，但是迄个时阵因为国民党要去参加大陆迄款海峡论坛，所以无法去参加。所以咱看到其实讲，这无安排讲在野党甲美国迄款官方的访问团来做见面。我是感觉讲这个部分其实吼，这其实应该是有足侪机会，但是。咱看到国民党即摆对于两方论述，还是讲对于美中台的这种关系上领导，伊变到白卡白手，所以看到的时阵，其实咱是感觉讲足可笑。足可笑啦吼，所以咱望啦吼，咱的这个上好，咱咧讲啊，唔是干那咱讲咧吼，这个 Dot 伊嘛是家己讲啦吼 ，Dot 伊讲啥，就是即阵是上强，这个 stronger than ever 啦吼，就是这个部分啦吼，咱嘛是清楚的传达到，咱讲到这个拜登政府可能伊家己觉识到吼。这个台美关系袂当吼，佮行像过去的这个部分啊，所以爱甲台美关系有一寡这个进展啊吼。啊，伊即回传达出遐尼强的这个信号啊吼，咱嘛望中，毋是干那执政党爱吸收到这个在野党吼，无论是这个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吼，时代力量等等这个政党吼，共同吼是爱一直来对话啦吼，咱讲。对外交的部分，咱共同来合作；对内国内这个吼政党的这个竞争是有，是大丈夫无要紧的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这个国际吼，咱受到打压的空间已经真济啊吼，所以咱讲到吼，这个部分爱共同来对话。今日感谢咱3位来宾，嘛感谢咱乡亲好朋收看咱后礼拜继续过来讨论到吼真济种这个议题啦吼，嘛包含着讲吼台湾吼，也是讲这个日本加这个美国吼正式的会议到底是讲啥物？今日感谢3位来宾，感谢。